后来继续来看，这真正是天公仔囝闪过两届的死劫。去年普悠玛火车来宾车，甲住伫咧台东的董振兴一家口啊8个人拢请去。当时留落来顾餐厅的第三小弟董振才逃过一劫。讲昨董振才出海去掠龙虾，拄着大风影塑胶牌啊并起，伊跌落海，拼性命受200公尺，才总算互救起来。加在人平安，嘛再一次逃过死劫。海巡人员伫岸边的旗啊号船靠岸船顶，这个白头毛阿伯啊，就是董振才。伊讲会使摆啊出海想要掠龙虾，雄雄拄着大影，摆啊就咧随变过。船起影起来个，我讲就飞一半呀，啊就咁打落去。啊，你就落过海里？就变啊，规个摆都变过啊。当时落海，董振才受将近200公尺，才上岸。不过伊随坐船出海，找到塑胶牌啊，甲拖转来。我是会晓受啦，我牌啊，损失啊。原来董振才牌啊是因大兄，也就是台东成功镇分海餐厅头家董振兴，不幸伫普悠玛事故过身后所留予伊的。董振才去年因为顾餐厅的龙虾池，才逃过死亡列车的劫数。即摆出海掠龙虾，摆啊变过落海，又搁好运逃生。乡亲拢讲伊的命真正有够论，照度逃过2摆死劫。